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3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第7节，14节到18节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2节到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表。虽然咱常常咧听人讲，着爱有人生的目标啦吼。真侪人对家己的人生嘛拢有设定目标，无论伫事业、家庭，特别是咱看见政治人物。但是到了未来，有真侪人发现一个事实啦吼，这个事实就是讲，好哪亲像咱的目标拢伫咱的控制内底，但是事实上却是无法度确实来掌握啦吼。无论是大环境，或者是咱该讲人的性命吼，捌听人讲过一个例啦吼，一个事业家吼，到这个中国去投资，个人嘛亲像伊目标共款，事业有成啦吼，这个出入呢，拢有安尼诚好的车吼，佮有司机啦吼。伊太太嘛，安尼诚水啦吼，佮有囡仔吼，看起来拢真好势吼。但是呢，有一天，伊却是因为伤过忝，伤过无闲，年纪真轻就已经过身。结果伊一生的目标达成的成果，叫太太继承伊的事业，但是无偌久了吼，这个太太年轻的太太就改嫁了吼。因兜的司机因为时常咧载这个头家的太太，所以呢，真自然就成做新的主人哦。那是对公司的新的主人，嘛是因这个厝呢的新的主人，嘛因囝的继承的老爸。人生目标通常毋是咱的能力所会当控制。创世纪13章第1节到第7节、14节到18节，记载着当初时这个亚伯拉罕的老爸，伊咧仰望亚伯拉罕会当照顾伊的孙仔罗德，但是真可惜，到了尾吼，罗德的仆人甲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却因为伊财富伤过济来烧钱啦吼。圣经记载讲，亚伯兰带着伊的某甲罗德，并且一切所有的对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精生真济，伊对南地渐渐往北地去。到伫北地甲爱的中间，就是进前大布片的所在，就是伊头起先坐单的所在。伊就伫遐来求叫耶和华的名。甲亚伯兰同行的罗德，嘛有羊群，嘛有羊群、牛群，甲这个布片。迄个地无法度用运因做伙，因的财物伤过济，袂当做伙徛起。当初时，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伫迄所在来徛起。亚伯兰伊的仆人，甲这个罗德的仆人，无法度伫遐，就常常伫遐冤家啦吼。所以当初时，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住伫迄个地区，罗德离开了后，上主就对亚伯兰讲：你仰头看你徛的所在，东西南北看，你所看到一切的地。我要永远祝福互你甲你的后代，我嘛要互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山遐尼济。人哪会算会地上的土沙，才会当算你的后代。你起来行透这个地逐所在，我要将这个赏赐互你。亚伯兰就迁徙去希伯伦，到群活伫万里遐个长树的所在徛起，伫遐伊为着上主，搁做一道坛。保罗嘛讲着伊的服侍，
以过去掠做家己做义，诚做足极端的法利赛主义者，用逼迫教会做欢喜做义。后来伊得到上帝的呼召以后，生命就改变。伊非常明白，人生无搁再是家己的目标，是爱追求上帝所插的标，着爱勇敢往前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20节到22节，保罗劝勉基督徒，着注意迄阵狗，注意遐个做歹的人。注意遐个家己挂上身躯的人，其实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咱通过圣神的敬拜上帝，夸口耶稣基督，无歪曲外表的礼仪。若讲要歪曲礼仪，我嘛会；若有人讲伊是会当歪曲礼仪，我搁较会。我出世第8天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人。是便雅悯之族，是纯粹的希伯来人。对守法律来讲，我是属法利赛派；对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。对守律法来看，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，我拢无甚物通嫌。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益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甲伊看做损失。毋然安尼，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。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宝贝，为了伊，我放下一切，看万事做本色，是要互得到基督，完全甲伊结连，无过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。我现在有的义，是通过信靠基督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赏赐的义。我所爱的是认基督。佮体验伊佮我的大快乐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，毋茫家己嘛会当对死佮我安尼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。我继续直直来走，来换着通得到的赏。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。咱拢还未达到迄个目标，因为上帝比还佫犹原伫咱的头前，直到有一天，咱会当见主的面。诗篇27篇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要着惊是什么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要着惊什么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着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着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主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。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互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下头举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。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着来调见伊。上主啊，我来调见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，毋插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站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，杀死我的父母，气杀我。上主嘛一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第一日，会享受上帝的恩惠。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感谢上帝帮助阮看清楚我的能力。愿意追求阮的目标，就是上帝为着阮所插的人生的目标。愿意跟着伊的脚迹来行，直到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